呢個係一隻花灑，呢個亦都係一隻花灑。呢個花灑咧係攞嚟俾我哋洗去疲勞用嘅，而呢個花灑咧係攞嚟俾音樂洗滌我哋嘅耳道同埋心靈用嘅。喺我手上嘅呢隻就係水魚最新嘅旗艦平流室拍翻嚟柏凡舞曲啊！咁作為旗艦平流室啊，拍翻嚟嘅外觀咧有住極簡嘅設計啊，高精拋光嘅純不鏽鋼外殼上面咧就冇任何嘅修飾啦，有嘅只係得簡簡單單嘅一圈變色環啊，俾我哋區分左耳用啊。而13.5毫米嘅動圈單元啊，亦都令到拍翻嚟嘅隻扣咧唔會太大啊。咁對於耳窿唔大嘅燒友嚟講啊，攞塞佩戴起身嘅感覺咧就係非常之咁舒服啊。咁對於耳窿大嘅燒友，原配嘅中空海綿套咧笠上咗之後咧，中高頻嘅細節咧會有所損失，所以就呢點而言咧，我個人嚟講咧就唔太建議使用啦。咁建議呢啲燒友咧去另外買一個防滑嘅硅膠圈去笠喺拍翻嚟上面啦。咁而單晶同導引線嘅另外一邊啊，係一個可更換嘅接頭啊，標配咗一個3.5同埋4.4嘅頭。實測落嚟4.4頭會比3.5頭咧有更加好嘅聲音表現啦。咁喺聲音方面啊，我建議大家到手之後咧，先煲佢2日2夜啊。煲機之後咧，把聲咧會有明顯嘅改善啦。咁喺煲機之後啊，攞塞嘅拍翻嚟俾我感覺就係高頻通透、中頻凝聚、低頻清爽啊。當你攞嚟聽古巨基嘅時候，你會覺得男聲係幾咁溫暖、幾咁柔和；當你攞嚟聽戴佩妮嘅時候，你會覺得女聲係幾咁甜美、幾咁有味道。當你攞嚟欣賞四季嘅小提琴嘅時候，你會發現佢嘅中頻充滿住一種濃郁嘅模擬味啊。咁當你攞嚟聽萊珀維茲嘅《荒山之夜》嗰時咧，你會發現佢亦都可以俾你洶湧澎湃嘅氣勢啊！咁當你攞嚟聽費雷嘅柏凡舞曲嘅時候啊，你會發現佢亦都可以俾你一種既莊重又舒緩嘅感覺啊！咁當你攞嚟聽心聲 Else 嘅時候，你會發現佢可以喺小號同埋薩克斯風嘅聲音入邊啊，俾你一種淡淡而且誘人嘅復古味道啊！咁當你攞嚟聽 ACG 嘅時候啊，你會發現拍翻嚟嗰種水色嘅低頻風格，再結合有適當穿透力嘅女聲表現啊，真係同 ACG 音樂非常之咁夾啊！咁喺聲場方面啊，拍翻嚟並唔會俾你非常之大嘅場面感，相反佢會俾你一個恰到好處嘅空間感啊，令到你好似置身喺 live house 小酒吧，又或者係啲舞會現場咁樣，你唔使刻意聚精會神咁去追求細節啦，但係咧又可以盡情咁去享受俾音樂氛圍包圍嘅嗰種優雅。總嘅嚟講，如果你平時中意聽啲柔和嘅人聲、古典、交響、爵士又或者係 ACG 嘅話，咁水粵語嘅拍翻嚟咧，會係一隻非常之唔錯嘅耳塞啊！咁如果你打算攞佢嚟聽嗰啲動次打次嘅流行，又或者係搖滾樂嘅話咧，咁拍翻嚟咧可能咧就唔太適合你啦。好啦，今期節目就到呢度，好物分享，我哋下期再見。